各位朋友，我係陳雲。特朗普喺中東返嚟之後咧，喺美國接受 Fox News 嘅訪問，講咗一句令人震驚嘅説話，就係如果我唔同中國做呢個交易咧，中國好可能已經瓦解。呢句説話咧係用比較複雜嘅英文嘅文法講嘅。大家千祈唔使驚啊！咁我解俾大家聽。If I didn't do that deal, I think China would have broken apart。呢個咧就係我哋喺初中時間啦讀英文嘅時候讀到嗰個叫做 conditional sentence，有1、2、3第三種類型啊。第三種類型咧就係講一啲喺過去嘅事揣測一下，如果冇呢件事咧嗰件事就會發生啦。咁通常咧 if 嗰個 clause 咧就係用 past perfect 嘅，但係有時用 past tense 都得嘅。咁嗰個主要嘅 clause 咧 main clause 就係要用 perfect conditional。喺呢度咧就係 would have broken apart。再講一次 Trump 嗰句説話。嗰陣咧主持人問佢同中國做咗個交易因為阿 Trump 咧就係5月12號上個星期啦，去咗中東訪問期間咧就係中國嘅代表同美國嘅代表咧就喺瑞士嘅日內瓦係傾關稅噶嘛，傾關稅結果咧上次我都講咗啦係大家各減係115% 嘅關稅，於是美國對中國貨關稅咧就由145%咧係減到30%，中國對美國貨抽嘅關稅咧係由125%係減到10%，由145減到30生意可以做雖然係利益就比較少啦。故此個主持人Brett Baier 就問阿 Trump 呢個關稅嘅 deal 係咪夠中國咧？咁阿 Trump 嘅答法就相當之坦率嘅，坦率得令人係震驚嘅，就係 If I didn't do that deal, I think China would have broken apart。如果我唔做呢個交易我估中國會瓦解 broken apart， 支離破碎收檔散檔。阿 Trump 喺成個訪問入邊講嘅關於係卡達爾敍利亞、伊朗、沙地阿拉伯嗰啲大國元首同埋領袖之間嘅交往咧，都係相當坦率嘅。所以佢呢句説話忽然間爆出嚟咧，亦都係相當坦率。只不過好多中文媒體係冇乜留意當時主持人就接住呢句説話就問佢 Not us then 唔係我哋啩？咁Trump 就講We weren't going to break， 我哋係唔會散嘅。They would have broken apart， 佢哋就好可能會散晒啦。跟住主持人總結 So we lifted tariff to help China then。咁我哋就係減輕啲關稅，就幫咗中國啦。今次嘅訪問咧，阿 Trump 一開始係講3個中東國家嘅，即係點解佢要拜訪卡扎爾或者叫卡達爾啦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同埋沙地阿拉伯咧，佢話呢幾個國家咧嘅產油量好高嘅，係世界嘅能源嘅首都嚟energy capital。但係由於係美國對佢哋咧係唔係太過關照特別同沙地阿拉伯啦，因為個王儲係喺2018年係涉及一宗係記者同埋異議人士嘅謀殺案咧，所以係俾拜登政府係疏遠咗嘅。今次咧，阿 Trump 係訪問呢3個國家咧，其實係一次親善之旅。阿 Trump 講得好明白，就係要佢哋脫離中國。個原因咧就係由於美國係關照得佢哋唔夠咧，中國走咗埋去變成佢哋嘅家長咁Trump 嘅用詞就係 parents。阿 Trump 今次去呢3個國家咧，就要將佢哋拉翻嚟阿 Trump 嘅用詞就係 keep them in our fold， 就係將佢哋擺喺我哋嘅羊欄入邊fold F-O-L-D 咧係羊圈或者羊欄咁解即係啲羊夜晚食完草咧就要運翻去一個羊欄嗰度唔好俾佢哋走失咁所以咧阿 Trump 呢次咧係講得相當坦率嘅，亦即係話今次喺中東咧，雖然同日內瓦談判好似冇乜關係但係實質上咧都係針對中國要將中國喺中東嘅盟友係撬走佢咁喺 Fox News 嘅訪問咧，Trump 係意外咁爆咗係中國崩潰論出嚟亦即係話佢係信呢套嘢啦。中國會唔會崩潰咧？就梗係唔會啦，我哋中國好偉大噶嘛，只不過咧係要捱一捱
台灣有個經濟學家啊，亦都係金融專家謝金河先生咧，就喺財訊嗰度發表咗個睇法。佢話中國好可能會陷入通縮。佢話日本依家公債嗰個殖利率咧係上升咗嘅，喺30年來咧都冇咁高啊。30年嘅公債咧係去到2.915%嘅殖利率，呢個係自從2000年以來啊，即係23年來咧係最高㗎啦。10年嘅公債咧係1.471%啊，都係高嚇。咁喺迷失10年或者迷失20年嗰個年代啊，即係1980年代嚇之後咧嚇，直至安倍首相上台嚇，嗰個叫日本迷失時代。10年嘅公債咧個殖利率係負數嘅，30年嘅公債咧個利率只係得0.27% 嘅啫。依家日本開始係加息啦，長期嘅公債亦都係升翻啦，可以睇到咧就係走出咗通縮嘅陰谷啦。咁佢指出咧，中國嘅公債嘅殖利率咧係下跌嘅，譬如話30年嘅公債咧個利率只係得1.884%，所以睇到咧係進入緊通縮。呢個係謝生嘅睇法啦嚇。另外一個睇法咧就係特朗普第一任總統期間咧有一個貿易部長叫做 Wilbur Ross， 中文譯做羅斯。喺上個星期即係當中美嗰個關稅戰係大家互減呢個關稅嘅時候美國對中國跌翻落去30%，中國對美國咧就係10%，而且係休戰90日，90日之後再傾阿羅斯嘅睇法咧，呢個當然係美國嘅執政當局係借一個前貿易部長嚟講啲嘢亦可以係前貿易部長講啲嘢呢啲係曖昧嘅事情亦都係民主政府可以做到嘅。羅斯就話中美貿易戰係唔會結束嘅，但係咧美國係唔會徵收係100% 或者超過100% 嘅中國貨嘅關稅㗎啦，因為超過100% 咧或者100% 咧，其實即係等同係貿易禁運因為冇錢賺嘅。咁如果關稅係去到40%、50% 咧，再加落去加到100、145咧，亦都係冇意思因為其實都係冇錢賺㗎啦。降到去30%咧中國貨就會貴咗但係都略有可為。最近美國嘅 Walmart 超級市場好多嘢加咗價，就係因為關稅咁Trump 咧就講風涼説話，話 Walmart 舊年賺咗幾十億美元依家應該係自己食咗啲關稅就唔好加價嘅咁呢個當然係唔合理啦，係嘛？做生意係賺錢㗎嘛，同埋一年賺嘅錢下一年未必要嘔出去嘅嗰啲錢要俾翻股東㗎嘛。Trump 講呢啲説話咧個作用亦都好簡單make noise 製造響聲有啲聲氣等大家注意佢第二個作用就係浪費時間等大家傾啲無謂嘢佢就係做啲正經嘢Ross 就話咧，中美之間仲有3大難題3座大山如果用以前毛主席講嘅説話係要解決或者要跨過去第一座大山係芬太尼呢種毒品嘅問題，第二個係知識產權即係美方成日係指控中方咧係好多時攞咗知識產權但係冇俾翻錢嘅，第三個就係市場准入就係要中國開放市場俾美國嘅農產品同埋係各種嘅服務銀行金融荷里活電影Facebook Twitter 依家變咗 X 嗰啲社交媒體嗰啲。咁Ross 就話中國咧係一路都係用一啲偽科學嚟到阻止美國農產品進入中國嘅譬如係話農產品入邊有啲農藥嘅殘留咁跟住就係扣住啲貨唔准入之類呢個係 Ross 講嘅表面睇起上嚟咧Trump 淨係執關稅一招叫 Tariff Man 即係關稅超人但係實質上咧佢有其他方法嘅即係對付中國嗰度其他方法咧就係喺經濟同埋政治上面係圍堵中國啦，或者孤立中國。喺美國同英國簽嘅第一個 trade deal 即係第一個tariff 嘅即係關稅嘅協定咧，就可以睇到輕輕放過，但係入邊咧係有2個條款係相當之得人驚嘅。第一個條款就係英國輸去美國嗰啲汽車鋼鐵鋁嗰啲咧係唔可以有中國嘅產品成分喺度即係啲零件或者原料如果有咧
又要懲罰關稅㗎啦。咁呢個即係話喺輸去美國嘅工業品入邊有一個排中條款啊。咁第二樣嘢咧就係中國喺英國嘅投資啊，如果涉及一啲危害到美國嘅安全嘅項目，即係啲投資可以係收購合併一啲英國公司啊嗰啲啊，或者英國開公司啊生產某啲嘢，攞咗英國某啲技術嚟用咧，喺嗰啲情況咧，美國係可以否決啊。咁當然啊，美方嘅講法係表示憂慮同埋關注啊，就唔係否決嘅啊。英國嘅媒體報導就係否決啊。咁跟住咧，英國嘅貿易部就話冇呢回事啊。官方一否認咧嚇，即係呢件事喺度啦，係嘛？就 Don't believe in anything until it is officially denied， 即係唔好信一啲傳言啊，直至佢係被官方係否認為止啊。呢個我上次講過啦。總結嚟講咧嚇，就係美方係一味靠嚇嘅啫。我哋中國咧就喺所有工業品入邊都係佔有優勢嘅。唔同中國買貨就唔知同邊個買啊。雖然話澳洲嘅某個企業喺馬來西亞嗰度係做咗個氧化銫嗰個測試發現咧係一啲稀土係可以喺馬來西亞嗰度製造嘅咁但係到生產到好平咧都有段時間嘅。故此美國對中國嘅做法就係拖之後一拖延嘅時間咧就係自強啦所以呢啲嘢玩5年玩10年都有嘅。咁我哋香港人最緊要就係支援祖國愛祖國用國貨北上消費無謂閉翳。